学测嘅成绩公布了后，刷落来就是要填志愿。人力银行冇做出一份大学品牌力的调查，显示出企业上爱大学前3名分别是台湾大学、成功大学甲阳明交通大学。另外有一寡学校面对着少子化，是为着要招生改科系的名，或者是改课程的内容，希望大学界未来会当真正来符合产业也是工课需求。 少子化加上时代变迁，真侪大学科系嘛面对着招募学生爱关门的危机。为着要符合产业的需求，和科系保存落来，真侪学校会利用该科系名称重新出发。亲像世新大学甲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广播组，因过教较侪传统电台的广播知识，即马因应 Podcast 真实行，改名做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广播和声音设计组。以前广播电台是非常多，现在也非常多，但是广播电台的影响力呢？ 已经另外变成一个声音的影响力，所以就衍生出来像流行音乐啦，像这种 podcast， 所以我们就把广播组就把它改变成广播与声音设计组。 除了该科系名称，嘛有大学会改变课程内容，像辅仁大学就是把较冷门的文学、历史类加入 AI 教学，让原本的原文册本变做趣味的漫画，增加学生的学习意愿。我们传统的课程里面用 AI 的科技，把一些传统的叙事力、一些故事，然后影像化、图像化，让学生具有文学的基础，又具有 AI 科技相关的运用的能力。 学这个成绩公布以后，人力银行嘛透过就业趋势、薪水高价、企业上爱的大学做出来排行，希望大学生伫咧填志愿的时阵，嘛会当受到未来就业。调查显示，企业上爱的大学前3名分别是台湾大学、成功大学和阳明交通大学。另外部分学校企业嘛看重员工做代志的态度和性格优势。人力银行建议未来大学生会当伫咧大学拍好未来出社会基础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